俄罗斯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阿富汗局势通电话。声明说，双方就阿富汗领导人离开该国、阿富汗现政府垮台后的局势进行了讨论，并磋商了阿富汗当前发生的事实上的政权更迭。受疫情和气候灾害影响，中国7月份经济数据普遍低于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比增长8.5%，创今年年初以来最低。工业生产增加值年增6.4%，也是去年8月以来最低，引发对经济复苏的担心。据美联社8月16日报道说，一名中国年轻女子说，她至少和2名维吾尔人一起被关押在中国在迪拜的一个秘密拘留所里8天。这可能是中国在境外经营所谓黑监狱的第一个证据。该报道说，这名26岁女子名叫吴欢，因她未婚夫被认为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为了避免被引渡回国而逃亡。据报道，在喀布尔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准备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的官方政府。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但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与在阿富汗掌权的塔利班发展友好关系。在塔利班未经一战而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天之后，恐慌的人群为躲避塔利班而逃入机场避难。社交媒体分享的来自机场的视频显示了混乱和绝望的景象。其中一个视频显示，阿富汗民众紧紧抓住一架美军飞机的机身两侧。另一个视频显示，有2个人从起飞后的美国军机上跌落下来。另一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宣布击落一架深入边境的阿富汗军用飞机。多份报道称，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和中央电视台本周在推特上发布的图片显示，奖牌数量不断变化，其中包括香港和台湾击获的设备。中国以一面金牌数之差而梦断东京奥运会。相比之下，美国队获得了39枚金牌、41枚银牌和33枚铜牌，共计113枚奖牌。在国际奥委会下，香港和台湾的基地简称中华台北，作为国家奥委会独立竞争。辉瑞和 BioNTech 发布公告称，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早期数据显示，在完成前2剂新冠疫苗接种的8-9个月后，接种第3针加强针将会生产更高的保护性抗体水平。